新一屆嘅立法會咧，好快就開始啦。今屆咧會多咗20個新嘅議員，情況咧就好似一啲舊嘅酒吸入啲新嘅酒，但係入翻呢個用咗20年嘅酒樽裏邊咁。嗱，我哋有一個疑問，究竟呢瓶係新酒啊，定係舊酒，定係所謂換湯唔藥嘅舊酒新瓶咧？嗱，我哋回想翻1個月前，有好熱鬧嘅選舉，大家有好多花樣，政客俾咗大家好多希望。咁大家有個問題啦，你留意下呢啲政客會唔會繼續做呢啲事咧？嗱，如果大家唔記得嘅，快啲記翻政客俾個咩承諾裏邊，然後監察住佢哋，適當嘅時候要問下佢究竟做咗未？如果未做，點解唔做？嗱，我自己咧就冇乜特別嘅期望，亦都冇乜特別嘅記憶啦。因為立法會嘅議員咧嚟自唔同嘅派系嘅品流就好多嘅，例如有建制派啦，有保皇黨啦，有左派啦，有民主派嘅激進派，有民主派嘅主流派啦、基層啦咁樣。仲有啲立法會議員係嚟自功能組別啦，咁佢哋代表唔同嘅利益，所以咧佢哋講嘅嘢無論講得幾偉大，其實都係做唔到嘅。但唯一佢哋集體講過，我哋比較清楚，好似有啲共識嘅咧，就係咧所謂最低工資同埋最高工時，仲有咧就要求老人嗰個生果金加到1000蚊呢樣嘢。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咧？過咗1個月啦，好似咧啲議員又冇乜再提，政府又冇乜再提，呢個共同嘅希望咧，似乎又行遠咗咯噃。嗱，咁呢啲議員講得最多嘅又係咩咧？呢輪咁大家有留意新聞就發覺啦，原來佢哋話爭緊即係個位抽得靚唔靚，係咪？有冇近住廁所，定係近住個鏡頭位？有啲好 shot 可以出多啲鏡啊，咁啊多啲曝光。又或者咧爭緊啲委員會主席啊，爭緊邊個做立法會主席啊？然後就話邊啲做副委員會委員會副主席啊？咁又你鬧我話我自私啊，你又霸道。霸住啲位又唔公道啊！呢啲咁樣，咁呢啲咁嘅是是非非咧，其實一般人睇落係好厭嘅。咁社會上唔係冇發生事嘅喎，我哋美國有金融風暴，香港都有擠提事件啦，又有雷曼兄弟啊，呢啲苦主嘅事件啦，仲有就係毒奶事件啦。咁立法會啲議員係咪應該有個共同嘅即係集體一啲嘅意見去逼政府做啲嘢咧？呢啲咁大嘅事，全部就好似掟開晒，淨係掛住自己爭嘢咧。咁大家對佢係咪有啲唔高興，有啲失望咧？嗱，其實政治呢樣嘢咧，你唔帶啲天真嘅心態去睇咧，會好辛苦嘅。舊年都有個議員就話咧，入咗去咧就會係好激進嘅，但係結果就係政府多咗啲針，咁啊有人被招安啦。今屆咧亦都有人話咧會入去咧擒台、搶咪、掃場，將台灣嘅抗爭文化咧、議會嘅抗爭文化咧帶入去立法會嘅。嗱，我就話咧係唔會嘅。點解咧？大家睇睇基本法第79條第7段，如果一個議員係行為不檢咧，立法會3分之2議員通過咧，可以唔俾佢做議員嘅。咁辛苦選咗入去唔做議員，點會咧？總之大家咧聽估就唔好駁估，唔係咧就會好冇癮嘅。